聽日攞嘛介啫？攞。阿爸喺度。去了。有。去啊！天宇嚟炸呀！啱啱翻到啊？啊？嗰隻係隻雞啊，隻乜嘢嘅啫？係雞嘛？四兩肉啊？嗰啲噃？嗰啲乜嘢？誒，靚貨啊！千里了。豬肉到啊？豬肉等熱蛇吊等豬袋，唔知得佢唔識佢到夠啊吊啊！乜嘢？係啊！食麵，阿媽好有一份啊，喏，大菜，豬肉5蚊，蝦5蚊。你啱就冇咩啊？啊，我桂平牛腩，哦，桂平清飲牛腩，得啊，我朋友啊，哦，你個朋友係嗎？二次針，這三次到啊，哦，車三車大烏，啊，我小兄弟，啊，這拉種呀，三燒我燒咁嚟，仲有冇？而家肥牛放後嘅燒開我唔緊要，日開我唔緊要。今天話那麼多了，是不是有點亂了那個腦子啊？唔識豆係乾緊肥牛燒蛇，我自奶血半，社會度搞肉自奶血半用啲食麵啊，唔緊要，欣賞。去聊嘛，今日。我做料啊。先去聊去啊。先去聊去啊。等雞肉會特硬熟過，朋友交嘅得去啊。唔知我啱啱呀，是朋友交嘅。啊，得好。周弄自己周通啊。我先去聊去啊。先去聊去啊。好士多啊，阿嫂啊，係裝喺先去聊去啊，先係裝嘅。又叫嗰啲牛舌做乜嘢？喺用嘅，喺用。啊？燒佢用咁大位用貨，等到讀埋咋用貨，我都唔得，唔係引蠟燭炮香口啊！呢啲銀紙等洗眼啦，但係啲眼係啊，嗱去做呀，去做呀呀！哎呦，靚貨，這兩個雞還在了。等咧唔緊要嘅，係咗啊，粗大啊，啲唔緊要。看起來今天拉不了他過去。導人等調查，你看這樣子，今天應該拉不了他過去了。這個線是不是搭錯了？今天貨挺多了，他不像上個視頻那樣子，問他回答什麼？現在都是亂講話了。而家都使用正統油嘅油。說了上百句話了。要進去聊要。趕緊封啊！去嗎？找我要。啊？進去聊。趕緊。要。唔得。去嗎？你唔去啊？去嗎？冇呀。做係咁樣嘅。今年中了吧？你有。講我跟住大樹啊講我講豬肉皮講豬肉皮係嘛？要呢度產淋肉就靚呢就哦淋肉就靚呢嗰啲時咩嗰啲咩時候咧就有淋肉啊嗰啲時候嗰啲時候時仲有淋肉喺啊啊唔識整就好你識整㗎咯唔識整就嘅晚間4蚊半晚間4蚊半飲到涼茶嘛啲頭腦亂咧唔緊要明日到整啲奶茶買得豬肉皮裏邊呢呀你去做知唔得得啦走咯喎